这个礼拜日1月初9，除了有台中立委的补选，立委林统佐的罢免案，嘛是1月初9要来投票。林统佐今仔日继续徛铁马，伫个大街小巷宣传反罢免。民进党的副秘书长林飞环嘛来甲斗乌演。另外这边台北市议员钟小平是邀请到228事件遗族来开记者会，推说讲都要来罢免掉林统佐。那骑脚踏车，那向街路的李明发话，无当一个立委林统佐今日大街小巷要来宣传反罢免，终结霸凌，终结霸凌。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飞环2摆小庭以外，各有议员发起中正、艋舺和中二选区来回的返乡专车，一张票200块，买伫上尾来催少年选票。就是老话一句，书还是平常就要念，但票一定要投。对。另外一方面，北市议员钟小平呛林统佐无体的政客，嘛，互民进党的议员来呛声。只要可以学习，我们都可以虚心接受啊。对。他都上酒店服务了。有什么好学习的？民众党的支持者，你老板不方便出面，你们要投下赞成同意票。对着高文铁府前站40分钟的月底，钟小平开记者会宣扬罢免林统佐，嘛带228国家纪念馆首任馆长廖继斌和遗族出面，讲林统佐做董事时开会15摆，干那来几摆。228的光环他要，责任他不负。有人同意你可以不用开会。林统佐，你24小时内你讲出来是哪一个人？15年前我人都在国外，所以当时的那一届的228基金会邀请我，我有很明白跟他说，我可能人不在台湾比较难参与。这场罢免投票意外引起新的冤仇和过去的仇恨，嘛看得出双方拢有未当输的压力。